信心因传阮，互阮来行的。求上帝帮助夫妻祝福带领，祝福恁在礼拜中所出的声，所无出的声，拢下注成意。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等甲咱做伙伫地，即时咱做伙来吟唱早起时伫咱即场礼拜内底的圣诗，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25首。圣诗第25首，假使咱若有圣诗，咱会当献开新圣诗吼。新圣诗内底有搁较无共款，咱PowerPoint 顶头所显出的内容，所以我要慎重邀请咱大家啦，会使尽可能会当看圣诗，因为有当时咱会发现这个 PowerPoint 无的确会照咱唱的时阵这是人就是安尼吼，总是所以照咱所唱的，就会照迄个节落来，所以咱会当透过安尼求上帝特别。祝福您在，咱来听琴弹一遍这条歌吼，真简单的歌。一声歌美丽，对比如甲故事会通讲出，充满荣耀圣洁，听当主上帝。阿拉萨那奇妙生命。这条歌有可能咱已经吟唱过几啊遍。我要邀请咱大家咧吟唱的时候，其实是带祈祷的心来吟唱。咱咧学了这位奇妙上帝，伊伫咱生命最的代志，伫咱的计划内底，伫建筑的内底。伫老爸的内底，伫老人的内底，伫少年的内底，这位永活的上帝，伫咱所有伫地的所在，拢充满快乐。咱透过安尼来学了这位上帝，这是这条歌所的歌词所教咱的。所以无的确爱吟唱偌大声，总是上时伊嘛是一步尔。所以咱吟唱的时候会当带祈祷的心，咱做伙来吟吼。来第一节就好吼，预备来。奇妙生命，一声歌美丽，对比如甲故事会当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当主上帝，阿拉萨那奇妙生命。第二节来，亲像老母，日暝做无停。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献出极大智慧，万物的变形。阿拉萨那救生上帝。第三节来，亲像老爸。温柔抱世行，担当人类所有拖磨担当，咱的关怀下面，高歌和沙听，阿拉萨那呼声上帝。不要紧，咱到遮就好吼。最近因为参与最上昨昏我就去到嘉义去参与
泉州町的长母伊的个别性，所以为着咱中间咱生命中才影响咱要紧的人物，咱其实拢爱存感谢甲学乐的心。即时，咱来献开圣诗第622首。咱来听琴大一遍。是咱拢两者有限，因为安尼，咱时时拢爱求至大上帝，带咱经过迄个旷野地，求上帝帮助咱，互享受伊完全的祝福。咱透过这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上帝。来预备，来。至大上帝愿你带我阮过今世曠野地，我真愿用你大观念，用手看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起我。求你日日有赐我。咱来练上尾的阿门，因为咱爱知影，即摆大部分新圣诗拢将阿门摕掉，只有剩啥物货？剩上言会唱阿门以外，佮有祈祷会唱阿门。所以咱若吟着新圣诗有阿门的，就知影讲，迄个就是祈祷。这条歌是咧教咱安怎向上帝祈祷，所以咱来练这个阿门，真特别的阿门啊！吼，咱听琴段一遍来。阿门，预备来。阿门。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请安静咱的心。各位兄姐老早，咱即阵开始，咱今仔日第一场的主日礼拜，请走个。要荷花树人智慧、财目甲聪明，
这拢伫伊的嘴出来。伊互正直人顺流真的智慧，嘛互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咱来吟圣诗第25首，奇妙圣名，至善过美丽。请起立。奇妙圣名，至善过美丽。对比如加故事的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通主上帝。阿拉萨那奇妙圣名，亲像老母，你咪做无停，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显出极大智慧，万物的变现。阿拉萨那无声上帝，亲像老爸，温柔抱世行，担当人类所有看破担当，难得关怀下面。高歌撒条，阿拉萨那百姓上帝，亲像老人，操烦头毛白，看透世上一切小富家。意外心机世界，无抓梦也生。阿拉萨那你老上帝，亲像少年，热情向前行。掩恶一切有假向恶不义，将你所有献出，为抗你打拼。阿拉萨那少年上帝，愿我上帝。伟大而雄雄，心的目标叫我能所理解，最难亲密当伴，难信念家乡。阿拉萨那愿我上帝。好，咱搁起来，咱来用咱的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信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请坐。咱来读咱的启应文第13篇。伫圣诗后面，好，现着我来刻会中来印。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朝羡慕上帝，因我的上帝。我每日用目屎准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厝，我追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准？我仰望上帝，我要高尾而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有准。你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三呼应。你是上主施落伊的慈爱。我要对上帝我的召唤讲，你哪会袂记得我呢？有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准哦？着仰望上帝，我要骨尾而称赞伊。阿门。好，咱来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随时的帮赞。陪阮行伫黑暗死人的山谷，搁再带阮进入光明。你真是奇妙的主，你像妈妈日夜的照顾，嘛亲像老爸担当重担，搁亲像老人看透这个邪恶甲虚假，搁有少年人的热情为公理来拍拼。主啊，阮真正是有福气，有福气伫你的实下，伫你的厝内，甲你同在。你是阮所有人的一家之主。主啊，阮台湾因为选举，即摆出现足侪乱象，有款势的人的邪恶甲虚假，污染了这个社会的风气，也污染了单纯清新的校园，讲白贼变做政客加上的变，敢若食饭，卖官嘛真正变做正常，因贪污，互百姓来负债，互经济陷入困境的人哪来哪多？祈求主，你会当互更较侪人来醒悟。会当用理性、智慧来判断，在未来来选出一个会当为咱台湾国家人民、甲这个经济来拍拼、佮负责认真的领导人，也互台湾会当避开无需要的战争。主啊，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的兄弟姊妹身体欠安下来祈求上主保守照顾。愿主的大能力赐下喜乐的心甲医治的灵，
医治的快乐，互因的健康会当快快恢复，来到阮做伙伫主的面前来一同齐学罗主。最后，阮要用主的祈祷文，甲咱的会友一同来祈祷，愿主来垂听阮的祈祷。来，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负阮的人，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好，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路得记第2章14节到23节，好好本第330页，好，第二本第493页。来，我来读。食饭的时，波阿斯对伊讲：“来食，摕起来食，面包阮错食。”路得就坐伫守寡的人的身边，波阿斯摕烘好的麦仔互伊，伊食饱，阁有剩。伊爬起来，阁去捡麦穗。波阿斯就吩咐伊的工人讲：“伊若伫麦捆中捡，嘛毋通甲伊动，害伊见笑。恁甚至着对麦捆中抽一寡出来，互伊捡，毋通甲伊责备。”路得就伫园内捡麦穗，捡到天暗。伊拍所捡的麦穗，大约有22公升的大麦。伊就派入城，摕互伊的大家看。佮将食剩下摕出来，互大家食，互伊食，互伊大家食。伊的大家对伊讲：“你今仔日伫倒位捡麦穗呢？伫倒位工作呢？愿注意着你，好款待你迄个人受祝福。”路得就甲大家讲伊伫啥物人遐工作。佮讲，迄个人名叫做波阿斯。拿俄米对新妇讲：“愿波阿斯得到上主祝福，上主不时施恩互活人甲死人。”拿俄米佮对伊讲：“这个人是咱的亲情，是有义务延续咱世下一个至亲。”摩押女子路得讲。伊嘛有甲我讲，你着缀伫我的工人身边，到收割煞。拿俄米就对伊的新妇路得讲：“我的查某囝，你着甲伊的女工做伙，正免伫别人的园内底互人创治。”路得就对波阿斯的女工做伙捡五谷。到大麦、小麦拢收割了，伊继续甲伊的大家带做伙。以上，圣歌队学乐，主听着我祈祷。
正道，请五无师正道，我知影我的救赎者活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真正甲咱做伙伫地。我拄有讲过，我我昨昏去到家己的东后寮教会参与即场告别式。伫即个告别式内底，我印象上深的，就是中秋顶落的中午，每一遍伫因咧食迄个伊的做伙围擂的时阵，会带的祈祷，迄个祈祷有写出来，然后伊伫中间，因嘛安尼咧讲，伊咧中午时常挂伫伊的喙内底，就是平安。换一句话来讲，互相讲的平安，互相祝福的平安，其实是基督徒上大的福分。所以咱应该是趁咱要活地的时阵，就会当互相来讲平安，然后互相祝福，这是上帝所赏赐咱上大的福气。所以我要邀请你边仔的人、头前的人、后边的人来微笑来讲平安，愿上帝平安。今仔日临到伫你的身躯顶头，平安其实是这个世代咱真歹得到性命的品质，愿咱的性命真正得到这款的祝福，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实在有限，总是帮助阮的性命真正对你来得到平安甲福气。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伫咱所活地的这个世界，逐工咱若拍开电视、拍开手机、拍开电脑，咱大部分看到的消息是战争、暴力、死亡、欺骗、经济或是政治的压制。最近阁真流行，顶礼拜上流行的就是性骚扰。伫咱所活地的这个世界，咱逐工拍开遮的，咱就是看到遮的歹消息。咱知影，换一句话来讲，咱所活的这个世界，咧对咱讲，这是一个无稳定的时代。咱活地的所在，拢充满遮的。这事实上会影响教会甲基督徒，互咱袂记得。伫教会甲基督徒上要紧存在的意义，就是稳定。使徒约翰对咱安尼讲，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17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咱来知影，伫教会内底，实际上伫基督徒甲教会时常高举上帝的律法，去落入什么会咱会争，什么会叫做真理的陷阱，甲争论顶头。咱会争论讲，洗礼的时阵是爱安尼点水的，还是规身躯浸落去的，还是爱拖去迄个活水河淋洗较洗的清气。咱知影，安尼就分真侪教派出来。咱知，咱咧争这呢，基督徒咧争这呢，争讲安尼点好无？真正洗着，还是规身躯浸落去，还是洗着？有的人讲规身躯浸落去无效，爱去活水，就是去河里、去大海，迄浸落好效。敢有影？基督徒竟然咧争这叫做真理，然后呢，基督徒咧争啥？基督徒咧笑讲别人信的无真啊，恁拢信唔真的，迄种唔是真的啦，阮的才是真的。所以唔才有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啊，表示我的才是真的啊，恁拢假的啊。咱咧争这呢，然后基督徒会安怎？咱会公开或是私下咧批评食薰、啉酒、食槟榔的人。
传统的教会甚至认为电影《哈利波特》、摇滚乐拢撒旦的阴谋啦。上严重的是用上帝的名，将同性恋者变装的人，迄个 cosplay， 就是变装的人，外国人等等，这看起来这个人，敢若毋是属伫我即族的，就来定罪。所以上，亲爱兄弟姊妹，我要坦白大家讲，伫咱活地所有的代志顶头，撒旦可能拢有伊的阴谋。只要咱开始家己掠做我是上帝，要去审判别人，却袂记起伊的恩典的时，迄就是撒旦的阴谋啦。对咱来讲，亲爱兄弟姊妹，请毋通袂记起什么会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咱知影，只有伊是上帝，伊就是活我救赎咱的迄位。就是咱拄着较大的困难甲不幸，就是世界亲像毋是照我的意思来行，代志毋是照我所想象来发生，总是咱相信，伊是活地的主，伊审判掌管一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什么会叫做恩典？咱通做毋是审判，是见证伊的救赎甲恩惠伫咱生命中所发生的，这叫做恩典。就亲像伫迄个行工人的妇人人面头前，约翰福音书第8章11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阁犯罪。咱爱知影，连耶稣拢无定罪，咱有啥物资格要定罪审判？咱拢需要亲像路得共款，知影家己是需要倚靠人，阁需要倚靠上帝保护的迄位。安尼，真正的恩典才会临到咱的生命内底。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的兄弟姊妹，爱会记起只有恩典，才有法度互人绝望、苦毒的心换来改变甲顶头生。路得伫波阿斯迄个田捡麦穗的共一日。路得记第2章14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食饭的时，波阿斯对伊讲：“来食，摕起来食，面包稳醋食。”路得就坐伫收割的人身边，波阿斯摕备好的麦仔，互伊食饱，阁有剩。迄日。波阿斯邀请路得，这个捡麦穗的人，咱哪知影迄个是食做工的人，迄个主人备办中昼顿互因食的，即顿啦。迄主人有责任爱备办中昼顿互做工的人食。啊，捡麦穗的咧，捡麦穗的，就亲像咱若话有当时也会当作互人看做是去食吼，因为主人无付钱互因呢。所以伊是缀后壁，总是波阿斯讲来，路得来，然后因食的是饼、稳醋，甲香的麦穗，这叫做一顿简单伫餐野内底、伫园内底真简单的中昼顿。路得坐伫收割的人中间，表示伊受接力。食饱个剩，就表示伊食的超过所需要的。路得记第2章15节到16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爬起来，搁去捡麦穗。波阿斯就吩咐伊的工人讲：伊若伫麦捆中捡，嘛毋通改动，害伊见笑。
恁甚至着对麦昆中抽一罐出来，互伊吸，毋通甲伊责备。咱爱知影，照讲，迄个已经修成修挂的麦穗麦昆是已经修成啊，这主人的，了解意思吼？迄毋是吸麦穗的人来会当挖棍的呢。结果普阿斯是讲，所以这是普阿斯互伊互罗德的特权，毋若安尼，佮吩咐讲啊，你若会使佮抽一罐，放伫边仔，互伊来吸。罗德记第2章17、18里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罗德就伫园林捡麦穗，捡到天暗，伊拍所捡的麦穗，大约有22公升的大麦。22公升对一个捡麦穗的人来讲，是超过伊想象的丰收。这就表示波阿斯的罗卜遵守伊的吩咐，然后上时阁加上罗德温群的做工，才有法度有即款的修成。咱若毋捌伫迄个园林日头当大的时阵，安尼弯腰去捡，咱就毋知影即款的辛苦。总是咱会有法度知影辛苦流汗。投入时间、体力、会当得到回报。事实上，真正的答案叫做咱毋知。咱有当时啊开即侪时间哦，咱开即侪时间读册，开即侪时间做头路，总是咱无的确会得到同款的回报。相信路德当日出门的时，一定袂想到伊有丰收的一天。有可能伊四界碰壁，无闲规工，空手转去嘛无一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毋通将恩典想到真俗，掠做上帝恩典凊彩就有，其实毋是。这也毋是路德，伊愿意遵守伊亲嘴对伊的大家所讲的约，甘愿去到残忍，做这个人看无，甚至会互人拒绝轻视的代志，坚持到落尾，直到暗时，才有这种超过伊想象的修成。这个若亲像雅各伫雅博的渡口，甲天使。规暝无放弃伫遐相演，只是为着要求讨一个祝福。创世纪32章22节到26节，就是亲像迦南的妇人人，当主耶稣来拒绝的时阵，这个迦南妇人人讲：不要紧，就是狗仔，所以伊是笑家己是狗。主祈求，迄个狗仔嘛有求讨对桌顶落落来，会水水啊，迄个饼，迄款的救赎。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愿意坚持伫咱的约内底，咱付上代价，到尾仔有得到的修成。实际上，这才有法度互咱心安理得来享受，这就叫做恩典。路得记第2章18、19、19节下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就背入城，摕互伊的大家看，佮将食剩的摕出来互伊的大家。伊的大家对伊讲：“你今仔日伫倒位捡麦穗？你伫倒位工作？愿注意着你，好款待你迄个人受祝福。”咱爱知影，一个捡麦穗的人是仰望主人的恩典，
总是过头积极咧捡未遂，有时阵嘛会因为侵犯着主人的利益，互人骂，甚至后来就捡一遍了，就无第二遍。所以其实这拢爱有迄个人甲人互相中间的体谅，甲支持才有法度。路德即天，伊最工所得到将近22公升，差不多有够夜供应2个人一礼拜够夜。所以伫巴勒斯坦，咱来知影伫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收割的时期只有2个月。那逐工拢有即款的修行的话，确实是会互真正互即2个大家甲新妇来得到帮助。莫怪拿俄米会祝福迄个照顾路德的人。只是路德答拿俄米讲，迄个人叫啥物名？咱做伙来读，刷落来检查，做伙来读来。路德就甲大家讲。伊伫啥物人遐工作？佮讲，迄个人名叫做普阿斯。拿俄米对新妇讲：愿普阿斯得到上主祝福，上主不时施恩互活人甲死人。咱来知影，迄个活人甲死人即句话伫路德记第1章第8节内底有出现。迄时拿俄米咧识别伊的新妇，但因讲恁有好款待活人甲死人，咧来祝福学了即2个新妇。总是即句话，其实拿俄米迄时所讲的是淡薄仔酸酸。换一句话来讲，拿俄米后壁无讲的是上帝无好款待活人甲死人，即家的活人甲死人，听有意思吼？迄句话，路德记第1章第8节，拿俄米咧对伊的新妇俄勒讲：恁好款待活人甲死人，对无？啊，背后有一句话无写出来，就是拿俄米咧怨叹上帝啊。所以即句话内底酸酸啦吼，酸酸啦，有点仔酸酸。即句话后壁有酸酸，有埋怨上帝的意思。总是这个时阵的即句话是真正的感谢。咱来知影，伫古早的时阵，是家庭的关系真密，大家互相关系真亲的时代。这嘛是我时常咧对这个别色的厝内底的人讲，敢讲人死去了后，就甲你无关系吗？敢讲伊死了后，伊就会倒来害你吗？过去遮尔疼你的人，无可能吧？对过去的以色列人来讲，人甲人中间，任何上帝供应互即家活地的人，这个时阵即家活地的人，就是拿俄米甲路德，也表示上帝继续施恩互即家死去的人。了解意思吼？迄个古早，迄个以色列，随常嘛甲上帝百姓相信的有关系。咱爱知影，既然活过欠缺年代的人，就会对欠缺特别敏感。真正枵过的人，才会感觉我啦今仔日会当食饱，即天就是好日。所以古早的台湾人见面就是问讲食饱未？即摆无人安尼讲啊，对无？这就是活过欠缺的人才知影珍惜。迄个食饱未的意思就是讲，啊你若真正食饱，即天就是好日啦。只有伫这个受益伫全球化、都市化的时代，人才会食上饱，然后减肥变做流行啊。即摆的囡仔掠做无食物，啊钱摕出来就有啊，无水，迄个水龙头拍开就有啊。当咱这稳定、上轻松摕到了后，人
会有错觉，掠做所有的一切拢是理所当然。因为安尼，活伫咱这个时代的人，真歹去体会什么会叫做欠缺。点在有时阵，咱爱一当可能不止爱参加几遍哦，参加迄个世界展望会举办的 G20，迄枵30点钟看卖遐，总是迄个行会当小可体会尔，因为枵了活动了，就去食。咱若搁去食，就搁转去啊，就搁转去到舒适圈啊。因为安尼，其实这个时代的咱，真正真歹去体会诗人所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迄种真正的满足甲稳定，对经历过极度欠缺、真正夭过、艰苦过的纳尔米来讲，遮尔多的未遂，就是上帝咧来回应，回应迄个含落伫苦毒埋怨内底的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稳定所带来的改变，会互人顶头生。这时，路德记第2章20节尾段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纳尔米佮对伊讲，这个人是咱的亲情，是有义务延续咱世系的一个至亲。这是一个解说过的字眼，总是原文是。伊是有资格来赎回产业的至亲，读好啊本就知影吼。所以这是一个解说过，换一句话来讲，延伸来讲，伊有权利嘛有义务。伊是迄个甲咱亲情关系真亲的人，毋单是亲情50迄种亲情。是迄种甲咱亲情关系真亲的人，因为只有安尼才会当来要赎回咱原本的产业，延续这个世系，了解吼？只有安尼，对上帝百姓来讲，土地拢是上帝的。人虽然有土地，人会负责任，叫做管理。上帝。上帝话伫利未记25章23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土地毋通永远袂长，因为地是我的。所以，确实人会拄到困难，对无？啊，有当时也会卖土地，对无？确实，上帝嘛知影，总是上帝讲毋通卖长哦。有迄种生活困难、金钱欠缺时。总是就是变卖，迄个卖出的人，拢有迄个赎回权利。所以日后伊若经济改善，就有资格去赎回原本卖出去的，迄是上帝原本赏赐的产业。或是阁有另外一步，就是迄个真君的亲情，这就是伫遮。即句话啦，迄个赎回的亲人，伊是咱赎回产业的亲人，这就是即句话真正的意思哦。迄个或是迄个真君的亲情，伊有权利、嘛有义务去赎回即块产业。这就是纳尔米所介绍的普拉斯。伊毋单是亲族，阁有赎回，阁有赎回因厝。产业资格的至亲，路德记第2章2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摩押的女子路德讲，因嘛有甲我讲，你着缀伫我的工人身边到收割线。咱今仔日亲像上帝恩典迄款的修行，总是毋拿一工赢定。路德是安尼讲。伊一定得到温准，会持续到收割季节的结束。伫《士师记》有记载一个故事，
就是亚比米勒杀死基甸70个囝，伊受我做王。然后基甸阁有剩一个囝，叫做约坦就对以色列人讲一个譬如，这是一个奇奇的譬如，讲树若要抹一樟树做王的譬如。士师记第9章15节安尼讲，刺皮应因讲：恁若真正要设立我做恁的王，就来我的阴影下，互我保护。若毋火就会对刺皮发出，烧毁黎巴嫩的碧香树。同款伫路得记内底，波阿斯嘛捌安尼对路得安尼讲。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是高的避难，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这是路得记第2章12节。这中间这个形容拢有保护加刀刻的两方。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基甸的囝约坦所讲的，咱爱认好清楚，到底咱是投靠伫什么人的树荫下，咱是投靠伫什么人的石膏下，认好清楚是非常要紧的代志。就亲像咱大多书会的素言节所祈祷的，请上帝互咱爱有智慧，知怎样选出真好的领导者，是同款的意思。咱爱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认得清楚，咱所选出来是啥物人。约坦透过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对以色列人讲：恁掠做立一个王，会当解决问题，总是恁惹祸上身。后来亚比米勒个人引发一场大战争，家己也死伫战场顶头。这拄拄咧对咱讲，士师时代的错误，是因毋知投靠上主，颠倒去投靠迄个无价值、无法度保护人，只有法度刺伤人的士师甲王。咱若来看路得，伊虽然是外邦的女子，总是伊甘心愿意投靠伫上帝的石膏下，用感谢的心，好好拍拼伫手所通做的代志。伊甘愿落田来捡麦穗，无埋怨，也无怪罪家己嫁毋着翁早死。拄到会歹运，搁较无认为，互拿俄米来拖累，因为安尼，波阿斯才会安尼对伊讲，迄个路得记第2章12节，其实上尾，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即句话其实是拄拄咧对路得讲，你是有价值的人。就是因为你愿意投靠伫上帝的石膏下，你会成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有价值，你值得互阮安尼对待。换一句话来讲，路得会特别受到保护，直到收官结束。这上时叫做稳定，上时嘛叫做伊投靠的所在，伊知伊投靠的人是啥物人，伊知伊倚靠的是啥物人。犹太人有一句俗话，安尼讲：人生搁若行伫厝顶遐，咧牛马恁，爱说字行，嘛爱一面说字行，嘛爱一面演奏出美妙的音乐。路得记第2章22节刷落去安尼讲，那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纳尔米就对伊的新妇罗德讲：“我的查某囝，你着甲伊的女工做伙，才免伫别人的园林，互人创治。”最近因为台湾政治互相攻击的原因，引发台湾版的 Hate Me Too 事件。我毋知影大家知也是毋知不要紧，咱若知就好，毋知嘛不要紧。这个 Hate Me Too 的事件，其实是早就伫外国开始，总是伫台湾却久久无有即款的事件出现。有人认为这嘛引发一个社会运动。事实上，这项代志无分色地，无分哪个绿色的、白色的无，只有分对或是毋对。其实这只是咧掀开存在伫台湾社会内底真侪已经藏真久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事件。侪这的当事者当时发生的事毋敢讲，即时因开始公开伫这的自媒体伫家己的脸书顶头讲家己的经验，家己受骚扰、受侵害的故事。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这个时代，咱这个时代应该互相鼓励，这的受害者站起来，面对行为者的勇气。咱这个时代应该要有这款的作为。事实上，对网络或是人际关系顶头无共形态的性骚扰，或是借着关系以上来欺负下面的这个行为，拢在提醒咱。毋通爱有迄种袂当煞煞去迄款的态度，咱搁较应该提高咱的意识，不管是讲话或是行为，不管是毋是有录影存证，若受到即款咱感觉无爽快的动作或是言语，大声第一项叫做保护家己。请会记一咯，大声第一项就是保护家己。第二项，咱要有智慧、勇敢来回应。至少咱要将这个代志真正讲出来。其实这算做古早的问题啊。咱对纳尔米反复路德这句话，就看会出来。亲像因这种无碗无靠的寡妇。是伫产业内底上容易互人创治，甚至上容易互人凊彩安怎的对象。实际上，我嘛要坦白大家讲，造成受害者、当事者上大痛苦的大部分，毋是迄种伫车顶凊彩摸一个安尼尔，大部分是迄个伫职场顶头，伫工作的。生活顶头，甚至伫家庭内底，关系力量无对等的情形下面来产生的。路德记第2章23节，咱读到路德上尾所得到的这个恩典，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路德就对波阿斯的女工做伙去五国，到大马、小马拢收赶了。伊继续甲伊的大家带做伙，毋通掠做这是真平常的代志哦。无代志发生，平安其实是上大的恩典哦。1971年改编对百老汇舞台剧，这出戏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厝下顶的提琴手。这是一出真出名、真古早的电影。电影用乌克兰的庄头一个犹太家族做主角。迄个
戏剧中迄个男主角想要照传统来生活，总是嘛要照伊有3个查某囝，所以伊要照传统来嫁因查某囝。结果无想到伊的查某囝，逐个拢想要自由恋爱，所以伫厝内底就发起迄个家庭革命。总是更较大的革命是发生伫外口，因为当时沙皇苏俄的沙皇受推翻，引发整个社会的不安甲动乱，直到因爱迁徙。因爱对因所住的所在来规个拢迁徙出去，所以这出电影的片头甲片尾，拢有一个伫厝下顶下巴恁手伫遐下巴恁，这拄拄好咧回应犹太人迄句俗话讲：人生就亲像行伫厝下顶，随时拢有可能会摔落去，总是。迄时，你的手若有麻铃，若有提琴，就尽力用美妙的旋律，互生命活出即时此刻的价值甲意义吧。当约伯咧面临伊的朋友审判伊，伊的某踢笑伊，伊落到一无所事。一无所有，规身躯生疮的情景。约伯记第2章第8节是讲，约伯坐就坐伫火湖顶，用化气的火片白身躯。总是虽然伊遮尔落魄，总是伊犹原安尼告别即句话。约伯记19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总是我知，我的救赎者活着，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伊讲我无爱甲恁辩啊，我无爱甲你辩啊。总是我知影，迄位救赎我的活着，伊毋是过去死去的上帝，伊是活即时搁伫地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常常咱的生命会拄着歹运、病痛，甚至咱会拄着恶魔迄款的存在的人，这就亲像互咱塞入迄个亲恩的山谷内底，伫遐咱爱爸叫母。有时得袂到随时的回应，这搁哪亲像哪有味？总是路得有一款的困难，就亲像约伯迄款的毋茫。迄是因为当咱知救赎咱的迄位搁活着，咱就会充满毋茫。因为安尼，伫路得所行的路程。这位救赎者必然会保护，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迄位救赎路得甲约伯的上帝，我相信伊今仔个活着。但愿你甲我拢通得到这位救赎者的保护甲热早。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你伫阮知毋知的时阵，拢保护阮、惹早阮。总是主，阮有时阵毋知即款的恩典，毋知得到平安、得到手中的是你所赏赐，因为安尼，阮时常将这个看做理所当然，求上帝赦免阮。帮助阮，互阮真正领受上帝你完全的快乐甲祝福，救赎阮，互阮知你是活地的主，你要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圣诗第
622首。会长，请起立。只多上帝愿你带我奔过今世旷野地，我真愿用你我观念，成就甲我无犯罪。你的名流，你的名流，求你引起我。有你有情我，我命水愿求你相思，我心碎大，我心我，每条路条你你天出，我头会行天路，转念求主，转念求主。我开那眼不好，说我开那眼不好，后日行到有当何去，行呀行去变地方，他也是地眼的主，无我恩高甲难看。我就今世，我就今世，永远感谢了你，永远感谢了你。请坐，咱即时来奉献。请柯明伟甲陈怡轩执事为咱奉献，为咱事。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阮当毋上，阮会感谢
求主你教咱，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报告进前，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的周报的头前吼，第一页，我读一遍，咱会众来读两遍。总是我知，我的救赎者活伫，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来，一齐，来，咱同伙一起来。总是我知，我的救赎者活伫，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约伯记19章25节。总是我知，我的救赎者活伫，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约伯记19章25节。我来报告。咱先开咱的周报，第一页是咱周间咱的服侍，甲咱的聚会，请大家来详细来读来看咱家己的服侍时间。第二页是咱的小组聚会的表，甲咱的奉献的明细。若有毋对，也是需要更正的，请来办公室，还是找长职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咱即个礼拜有要分行事历2023年的后半年的行事历。下主日。公告10月7日临时好会会友名录，甲中职有选候选人的名单。教会消息：2023年台湾转化教会七步走，有一个小组教会研习会，伫咱的嘉南教会6月22到23，上午9点到暗时6点30分。咱的会友有兴趣的来报名。课程上完咱教会会补助1000块向办公室来报名，到6月15截止。请各区的区长向办公室领取65岁以上6月份生日长者关怀的礼券，适当的时间。找适当的时间来关怀探访。2023年，幸好有你，咱的夏季学校的时间，活动时间是7月75到7月79。活动的对象是咱的要升小一甲国中1年的学童。伫咱的活动的所在，伫咱的教会，报名费1000块。请咱的会友带咱的细囝来报名集体消息，丽英姐张老娘伊的母亲陈秋英姊妹伫6月70 9点30分伫东后寮教会举办告别式，家属感谢大家关心代祷。本会陈阿全，这个兄弟，就是陈义军兄弟的父亲伫6月17上午9点伫桃园教会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关心代祷，安慰遗族。会友陈扬州弟兄，伊伫6月70凌晨伫圣保罗病院蒙主温走，请关心代祷，安慰遗族。主内詹玉英牧师娘，伊就是蔡仁理牧师的夫人是咱以早的牧师，第2任的牧师伊伫5月20蒙主温调，享年90岁。5月27完成火化，定伫7月7日
上午9点半，要伫台北中山长老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安葬伫平安园。有铺文伫咱的4楼的办迄个公告栏。代祷就是为咱的兄弟姊妹身体健安的来代祷。咱以上请过来请牧师，再代为介绍，补充介绍。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第一项，咱有看到最近有一寡个别式，开始我有开一寡时间伫即个个别式顶头。昨早起是真突然，因为后来我嘛来歹势，然后因为因透早1点半敲电话给我，结果我已经困死啊吼，因为我透早5点就爱落去嘉义吼，我就真早就困去啊，所以无接到电话。后来我有来歹势，因为是早起时真临时得到的消息吼，扬州弟兄伊过去伫咱的教会嘛捌服侍伫夫妇团契顶头，所以嘛真活动，过去真活动伫咱的教会内底，所以我嘛是后来才知影，因为嘛离开咱的教会应该超过15档以上啊，应该超过15档以上啊，所以我嘛是来到遮了，慢慢来熟悉因的关系甲情形，所以等一下我会甲因会甲小做伙讲遮个代志。愿上帝特别施乐安慰，就伫遮个遗族的身躯顶头，咱也特别为着已经过身的人，真正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求上帝特别不断恩待活人甲死人，愿上帝祝福，甲遮个遗族做伙伫底。第2项代志，伫遮特别说明，就是即个。咱若有兴趣，我要邀请咱大家，不只是中级小组长，咱也会使。我要邀请咱大家，愿意的话，6月22到23，拄好是连续假日，所以会当伫即2天愿意拨这个时间来上课。做伙来知影这个台湾转化教会7步骤，这个教会这个研习会，今仔日应该是上尾一个主日咧咧宣传这项代志，因为15号对即个拜是着报名查址，所以我要请咱大家尽可能来报名，咱也愿意即2天咱来听看卖人的教会是安怎转化，求上帝帮助，互咱的教会我时常咧讲，就亲像我昨昏甲当时教会的牧师，因为伊要来照大啦，迄2天伊要因教会牧师要带中级来照大，所以伊就敲电话问我。我有来互伊回复，我嘛来分享讲，所有的策略拢是一种学习。咱也感觉这是上帝要祝福咱的，有可能即种祝福就会临到伫咱的教会内底，所以咱就做伙来学习看卖人是安怎来成长。求上帝的祝福也帮助扶持借着咱的学习，互咱的教会真正一步一步，上帝为圣神来引带咱的教会。颂扬387首，颂扬煞叫牧师祝祷。请起立。请起立。愿感归献俾上帝，愿更献家相是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听圣歌队的尾唱了，正理性。田角密道。好，我们彼此祝福，行平安礼哈。